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经济形势啊。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就11月14号发布了这个月度数据，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较9月回落1.6个百分点，为去年8月以来最低，这大大出乎市场意料。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师预估中值为增长5.5%。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叫中国10月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增速创1年多新低，但是对应的沪市还是在创新高受需求不足、投资放缓加剧等冲击，中国10月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速创1年多新低。受访分析师预计，10月宏观经济数据虽持续回落，但在刺激政策支持下，中国大概率认可实现全年5%左右的增速目标。衡量消费的指标零售销售额10月增长2.9%，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为去年8月以来最慢。投资同比降幅扩大，1至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7%，低于1月至9月的0.5%，创下同期最大降幅。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几乎没有增加，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则进一步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经济面临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挑战。经济学人智库高级分析师徐天成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说，中国10月经济数据偏弱，既有去年基数偏高的因素，也有经济环比回落的因素。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10月社零同比增速继续下滑，主要原因是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减弱，而楼市加速下滑对社零有一定的下拉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接受采访时说10月投资放缓与前3季财政政策支持效应减弱有关。他说中央财政刺激政策前3季绝大部分已执行，现在要靠仍旧比较疲软的民间投资来支撑的时候，就出现比较明显的刺激弱化。他进一步解释在整个经济增长乏力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主要靠中央公共投资拉动经济，而财政前3季下拨资金被耗得差不多的时候，往往出现第3季度尾、第4季度头投资比较弱的现象。中美10月下旬在韩国达成贸易协议，有分析师认为中美暂停关税战，美国关税即便最终低于预期，若中国没有进一步重大经济刺激措施，近期投资和消费放缓的趋势难以逆转。彭博社引述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研判，第4季投资拖累经济增长的程度将比前3季更大，将成为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年底前会否推出刺激政策，陈波说通常9月份数据不好，4季度就会有一些增补的财政刺激政策，可能要到11月份才能起明显效果。徐天成认为虽然中国10月经济数据偏弱，但社零投资数据是名义值，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值其实要更高。政策支持已在部署，例如政策性金融工具和结层政府债券额限额的下发，会在11月、12月带来投资增量。中国完成2025年全年增长目标难度不大，政策层可能更愿意将政策预留给明年年初。10月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增速全年最低实际上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那央行公布的10月份的社融数据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准确的说应该是很难看。刚才说了这个投资上不去，固定投资是负数，当年累计从负的0.5%到负的1.7%，说明10月投资是加速下滑。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6.5%降至4.9%，降幅是25%。社零数据重新回到3以内。这个社融基本上都是政府债在撑着的，要是把政府债去掉社融数据就没了，就是这个融资额而政府债中
其实主要是债务置换，债务置换，新债换旧债，那个对经济增量啊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啊。你仔细看吧，居民消费价格似乎有点回暖，好像那个通缩的压力小了，因为这个 CPI 啊同比上涨 0.2%， 但是啊，就这个上涨 0.2%， 主要来自其他用品和服务涨幅 12.8%。这个 12.8% 里面是什么做的贡献呢？是黄金、首饰、珠宝，因为黄金的价格在涨。所以说这个居民消费价格回暖是被动的，是因为黄金价格涨了，猪肉价格大概率会止跌回稳，但是交通通信价格下降，食品烟酒价格下降，所以这个实际上通缩还是很明显。有很多人看到这个10月份 CPI， 觉得这个稳住了，甚至还比9月增长了 0.02% 吗？如果你把黄金涨价这个刨掉，这个 0.2 也没了。所以这个各方面数据显示啊，居民缩表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不仅是居民，还有企业都在降杠杆，都在存钱，不愿意贷款，连政府投资，对吧？过去投资都是政府拉动啊，连政府都已经在投资这块停下了啊。停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觉得啊，政府投资这块停下不是坏事啊，对吧？你与其投那些无效的基建、宏伟的工程，对吧？各种特大桥，然后就换那个 GDP 增速，意义不大。正好啊，到今天啊，这个咱们的化债是一周年，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咱们政府不是出台了10万亿的这个化债方案嘛？那现在运行了1年，这个化债到底化成什么样？这个联合早报也有一篇文章，因为化债这个跟投资密切相关，它叫中央化债10万亿，1年后中国多地政府面临稳增长与投资失速压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因为投资不行了，社零数据不行，对吧？就是内需啊，消费起不来，外贸出口啊，10月份出口数据也是下降的，低于预期啊。这个财新网啊，他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野村陆挺，就是野村证券的这个经济学家陆挺啊，他说出口高增速啊，或难维持，解决内需不足需重视房地产债务。近日，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2025年野村中国投资年会上提到，近期国内投资、消费、出口等指标增速下滑，加上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陆挺预计啊，后续几个季度中国单季 GDP 增速或将放缓至 4% 左右。他就认为啊，咱们出口指标增速下滑，10月份咱们出口高增速是很难维持的。那你说投资、消费还有出口，感觉3个都是在熄火状态啊。联合早报的文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2025年收尾之际，困扰中国经济的除了挥之不去的通缩阴影，还有愈发明显的投资失速。今年9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单月增速降至负的 6.5%，近5年最低，前3季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 0.5%， 这是该指标自2020年10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星期五，就是这个统计局啊公布的这个最新数据，1至10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 1.7%。根据第三方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单月增速10月进一步降至负的 12.2%。地区生产总值就是 GDP 啊，排名全国前4的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今年前3季固定资产投资跌幅均超出全国水平。其中，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前3季投资滑落高达 14%。除了受持续低迷的房地产投资拖累，投资失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要追溯到1年前出台的10万亿元化债计划。就是媒体认为啊，咱们现在投资增速下降，地方政府不投资，一个是房地产，另外一个就是10万亿化债计划，这个限制了啊，约束了地方政府投资的这种冲动。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总额达10万亿元的化债资源，包括从2024年至2026年每年分配2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以及2024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这套化债组合拳旨在减轻地方政府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债务更多不是由中央政府承担，而是落在地方政府头上。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啊，截至2024年底，地方债务占政府债务比重高达 63%， 远高于中央债务所占的 37%， 也2/3是地方政府的啊，1/3债务是中央政府的。地方债台高筑的原因包括3年就是口罩疫情啊，防疫开支
支大幅增加，经济增长放缓和楼市崩盘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直接后果就是多地中小企业长期被政府拖欠账款，公共服务遭削减，公务员也被欠薪或减薪。以城投企业债为代表的隐性债务，则是地方债的核心痛点。隐性债务指的是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通过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举措借的债务。根据官方统计截至去年底，地方隐性债务总额为10.5万亿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总额2023年底就高达60万亿元，占 GDP 的 47.6%， 将近是 GDP 的一半是地方隐性债务。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总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9.1万亿元，同比增长 23%， 发债规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第一财经根据上述数据统计，9.1万亿元政府债券中，约40%运入项目投资，约60%运入偿还旧债。运入还债的5.65万亿元债券中，包括同比大增 58% 的4.4万亿元再融资债券，以及 1.25万亿元特殊新增专项债券。大家都知道，发行这种债券呢，是让地方政府将隐性债务置换为利率较低的显性债务，从而缓解偿债压力。评级机构惠誉估算，通过债务置换，地方政府2024年至2028年间共计可节省 1.08万亿元利息。就是隐性债务它很多利息非常高融资成本高。现在发债，那这个债来换，这个债一个是期限长，短期贷款变成长期的债，第二个就是成本低，有的债都是30年的。此外，当局也加强对城投企业债融资监管，多数城投企业仅获准对到期债券进行再融资发行，运入营运资金或新投资的债券均受限制。说白了就是你发债换旧债可以，你发债再去投资这个受限制我觉得这个倒是好事统计显示，城投企业债发行净额从2023年近 1.4万亿元骤降到2024年1520亿元。据惠誉统计它是10万亿债务置换计划推出后，2024年全国城投平台债务增速骤降至 3.3% 的历史新低，远低于此前10年的 16% 的年化增长率。以前10年平均每年增长 16%，2024年一下就降到了 3.3%。惠誉亚太区国际公共融资评级高级董事孙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预计除非出现超预期财政刺激措施，否则今年城投债将保持低个位数增长。这个文章介绍他说内蒙古今年7月官宣退出地方债重点省份，意味着中央政府划定的12个债务高风险省市减至11个。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上月底披露，2025年9月末全国融资平台数量和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分别较2023年3月末下降 71%、62%， 风险明显缓释。财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孙彬彬团队认为，目前已落地化债资金占2028年之前需化解的隐形债务余额比重超过 50%，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进度预计已过半。但孙浩指出，截至2024年底，所有城投企业合计约有34万亿元的债务缺口，10万亿元配额仅能覆盖这一缺口的 30%， 这意味着仍有24万亿元资金缺口无法靠本轮化债解决，仍需要依赖再融资和政府支持来弥补。投资下滑因化债额度挤压资金，化债组合拳立竿见影，但副作用不容忽视。声望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团队研判，今年年中以来化债提速挤占投资资金是投资下滑的主因。赵伟团队撰文指出今年6月以来，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在划拨的8000亿元额度基础上，又额外占用4000亿元新增专项债额度，导致政府投资可用资金减少，这拖累投资增速超3个百分点。发行特殊再融资专项债较多的东部地区投资降幅更大。其次，今年来政策加快推进央企和国企欠款偿还工作，也如当前企业盈利偏弱，企业或将用投资的偿还资金偿还欠款，导致固定投资回落。惠誉观察到，债务管控收紧使城投企业资产扩张显著放缓，全国城投加权平均资产增速从2020年的 16.3%
骤降至2024年的6.3%，其中12个债务高风险省市增速仅为3%。要解决地方债务困境，实施30多年分税制度需要改革。这个湘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受访时认为，要破除地方债困境，就要解决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根本原因，财政收入能力下滑。这意味着实施逾30年的分税制度必须改革。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75%收归中央，消费税全盘上收，同时设立国税和地税2套系统。这项改革迅速扭转了当时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化解了中央财政危机，但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钱少事多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出让土地获取收入，由此催生的土地财政在近年楼市崩盘后难以为继。75%的增值税，全部的消费税都收上去了，那地方政府他要花钱呢？他要投资吗？他不要修地铁吗？搞建设吗？那钱从哪儿来呢？过去叫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卖地，所以也能维持下去。现在卖地已经没有了，房地产低迷地是卖不掉了，所以地方政府就没钱。没钱怎么办呢？点泥成金，对吧？什么低空经济、三资改革、商化，这都是没钱逼的嘛。沈萌指出，实行分税制改革时，中央财政较弱，时隔30年，中国已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是时候进行调整，探索给予地方和市权对等的更大财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吴庆瑞中国研究讲席教授受访时也认为，改革现有财税制度势在必行。改革财税制度实际上也是改革这个蛋糕分配嘛，还是分蛋糕戴墨真指出，土地财政崩盘后，地方政府需要找到更制度化、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过去地方进行的许多工作都靠举债推动，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税收来承担相应开支，这是地方债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不是有专家已经提出来收房地产税了吗？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个缺口要用房地产税来填上。这专家那不就是一块地卖2回吗？你想你那个当初这个土地出让，对吧？用来盖房子的时候，地方政府拍卖那个土地收入已经卖了1回了。当然叫使用权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住宅你那个地不是你的，你买的是70年的使用权，它的使用权已经卖过1回了，然后现在说还要收税，这不有多少有点重复的意思关键这个收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土地也不是业主的，你收什么税呢？人家是使用权，你针对使用权收税吗？你收税是针对所有权吗？就是那个土地是我的，对吧？这些问题都还没整明白。有专家就建议收房地产税。美西方收房地产税很正常，因为那地是私人的。我知道你像那个国外的房子，你买房子的时候不仅有房产证，还有土地证，而我们买房子你只拿到一个房产证，没有土地证。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地方政府缺钱，就是地方政府这个收入来源怎么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锐减，城投公司转型挑战艰巨。为遏制隐性债务，北京决定根除它的借债主体，以城投企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中国央行等4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2027年6月之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剥离政府投融资职能。上述文件出台后各地城投公司加速退平台。根据方正证券研报数据，截至9月26日，今年已有114家城投官宣退出平台。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这个教授戴木真研究指出，比起彻底关停，更多城投公司选择转型为投资公司继续运营。这类转型能否奏效，成为地方化债和增长的关键。2022年，增益最大城投公司由增益国资委完全控股的增益道桥宣布，公司背负的155.9亿元银行贷款将展期20年偿还，且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这一闻所未闻的还贷方案震惊市场，凸显地方财政面对巨大困境。财经网上月引述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城投公司转型仅限于改头换面，运作方式仍与过去基本相同，
即便是找到新商业模式的城投公司，也难获得新融资，因为他们城投背景会招致额外合规审查。惠誉亚太区国际公共融资评级高级董事孙浩认为独立偿债能力是衡量城投成功转型的金标准。在宏观经济面对多重挑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城投企业资产回报率近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进一步扩大债务和资产规模的效益在递减。这个关于地方债化债目前这么个情况，也就是你化债追求化债抑制了投资。所以通过这个媒体报道咱们大概了解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央行的数字，加上这些报道实际上就表明进入第4季度以来，对吧？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经济随着天气进入冬天，这个经济似乎也进入了这个严冬三驾马车都失速，刺激了1年，对吧？2年的消费越刺激越差。11月中旬，中国北方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对吧？这个冬天感觉来得更早一点，这个冬天好像也更冷一点。政府没有钱，他就想出各种招，对吧？化债，这个三资改革、三化，套取银行资金，对吧？换个新玩法，不行就，对吧？加大这个税收的征收力度海外投资，对吧？也要征税，电商开始征税，小商品这个义乌对吧？以前都不征税，或者是叫定额税，现在都开始改，也就是政府它要开源，扩大来钱的路子。但是跟这个巨大的卖地收入相比这些你即便收了也是杯水车薪，而且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就征收这些税，成本高，兴师动众的，但是效果还差，完了影响还不好，会打击这个韭菜老百姓的这种信心，也让大家感觉到经济更加困难。信心比黄金重要对吧？当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哪来的消费呢？又没有信心，又没有钱，消费当然熄火，你怎么刺激都没有用也就是当地方政府收入下降的时候，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差，然后呢，社会治安，对吧，就会出现波动，各种恶性的案件就会增加，这些戾气就会上升，所以这就叫恶性循环恐怖螺旋。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